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中寮的石龙宫，这礼拜六要举办青人食泡面的祈福活动，嘛特别甲南投酒厂来合作，以泡面为主题来做批档，要让石龙宫变做一个拍开新景点。我们请揭幕哦，有够水呢吼！主持人规场，大家做伙有开安保。中寮乡的石龙宫会伫咧10月7日举办食泡面活动，特别举办记者会来宣传。今年嘛特别和南投酒厂合作。我们台酒的这个泡面包含花腰鸡面、麻油鸡面，然后可以有这个造型的油桶，然后可以在石龙宫那边去做一个展示。除了批档，今年嘛特别推出小旅行和信徒伫咧祈福的同时，会当透过小一点数任务，了解石龙宫和南投酒厂，体验上新的生活。咱石龙宫的土地公伯啊吼，非常的灵感啦，吸引到足大群的人拢会来参加呢吼。10月7日起过的泡面活动，欢迎民众来到石龙宫佚佗行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